在《楚乔传》第2季中，楚乔和燕洵二人最终也走向了你死我活的战场上。那么这两人的一战究竟如何结局呢？我们话接上回，燕洵在接到铁线河战报的时候，本来打算立刻派兵支援，却没想到外面却出现了厮杀的声音，这让燕洵以为有人袭营，便迅速派兵支援了过去，却没想到对方却骚扰过后直接撤离。来来回回几次后，燕洵再打算派兵前往铁线河的时候，那边的战报却已经让他脸色非常难看，因为他们的军队面对秀丽军根本没有一战之力了。再加上铁线河本就是很小的一块地方，如今聚集了将近5万的兵马，燕洵即便是再增兵过去，也只是人挤人，白白牺牲罢了。不过即便是无法增兵，燕洵也不想让第一战就这么输掉，那会对士气有着很大的影响，甚至直接影响到整个战局。所以燕洵便当即下令准备发兵魏辽城，并且这也是燕洵准备全面发起战争的一个做法。铁线河一战本就至关重要，尽管规模并不大，但对于燕洵来讲是一场无法狡辩的失败。在这个时候，燕洵必须要以一场更大的战役来掩饰这个失败，稳定士气，所以他选择了亲自率兵出关迎战。阿楚，铁线河一战尽管是无心插柳，但还是你技高一筹。在夜幕之下，燕洵坐在战车上喃喃自语了一番。对于楚乔的带兵能力，燕洵从未有过质疑，因为之前楚乔也教授过他一些兵法。但接下来的决战，他燕洵还真要看看楚乔能否接得下他的这一招。而此时的楚乔也正率兵等待在魏辽城中，站在城楼之上，俯视着那渐行渐近的千万支火把。他和燕洵的今日重逢，也没想过是这种可笑的局面。随着燕洵的大军越来越近，楚乔也命人开始擂起了战鼓，贺箫在鼓声响起后便拉满了弓，随即一道箭矢便如同流星一样向远方飞去。而对方的军队中竟然也飞来了一支利箭，要比贺箫的箭矢更快，将贺箫的箭迅速撞在了一起，直接将贺箫的箭矢从中劈碎，却依旧呼啸地向楚乔飞来。而楚乔则是不慌不忙，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飞刀扔了出去，跟箭矢撞在了一起，双双坠落。在一击未中后，燕洵也缓缓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弓箭，跟楚乔隔空而望，两人就这样互相默默看着对方。刹那间，双方的士兵都亮出了弓箭，然后无数的箭矢开始向着对方飞驰而去，战争正式的打响了。随着箭矢的飞出，双方的骑兵和步兵也纷纷提起战刀厮杀了起来。很快惨叫声连成一片，经过了一日一夜的厮杀后，双方依旧没有任何停歇的想法。此时魏辽城东边的城门突然打开，秀丽军趁着燕北军调换军阵的时候策马出城，冲到了铁线河畔，开始横渡大江。楚乔也在渡江的筏子之上，此时他看着燕洵缓缓端起了自己的弓箭，燕洵也跟着楚乔做出了同样的动作。几乎同时，双方箭矢飞出，再度在空中相遇到了一起，并且互相撞飞。楚乔放出这一箭后，便站在木筏上，冷冷地看着对面的燕洵。其实楚乔心中知道，他们双方的这一战也只是做做样子，燕洵不可能真的阻拦他的。燕洵跟靖安王妃是盟友，所以不得不帮他把守寒水。但一旦靖安王妃成功攻入大梁京都，那么燕洵后路必定会被他断掉。所以这一战，燕洵其实不能赢，却也不能输得太难看。在《楚乔传》第2季的故事中，燕洵与楚乔迎来决战，却故意放过了楚乔，究竟是因为感情，还是因为自己的后路问题呢？话接上回，在楚乔的眼中，燕洵如此做只不过是要放他进入大梁，去拖住大梁的内战，帮助燕洵的后路通畅罢了。所以楚乔进入大梁之中是必然的结局，而燕洵也就这样坐在战马上，静静地看着楚乔带人渡江，并没有下达新的命令。不过在魏辽城外的战斗还在继续。大人，这一战我们死了6000多兄弟。此时平安通红着眼跑来跟楚乔禀报道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残酷的战争。平安，任何目的达成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真正的和平始终要通过战争来获得。楚乔很平静地对着平安说道，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，总是要去经历这些的。只是那真正的和平，楚乔自己可能看不到，但终究是有人会看到的。陛下，不追吗？看着楚乔越走越远，燕洵的手下便跑上来询问了一下燕洵，而燕洵则是一言不发，直到看不见楚乔的身影后，才缓缓地说道：退兵。
在回到大营之后，燕洵便开始安排了接下来的行动，那就是让成渊分兵到滨松原渡口，不要去管楚乔了，但也不要去攻打元阳的军队，而是全力进攻袁彻，必须要捣毁袁彻的粮草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。在交代完这些事情后，燕洵便又开始了自己莺歌燕舞的夜晚。毕竟能够陪他喝酒的人都不在了，现在也只有那些舞女才能陪在身边。喝酒也只是为了让燕洵不去想那个女人。此时在宇文悦的大营中，宇文悦也遭受着自己家族的洗脑，那就是劝说他出兵成为大魏的第一人。这也让宇文悦有些头疼，为什么自己家族的人就那么在意那些地位呢？此时袁彻已经兵败，元阳也坚持不了多久，整个大魏中也只有宇文悦能扭转局面，所以宇文家族的人便希望宇文悦能够击败燕洵，登上九鼎之尊的位置。只不过宇文悦确实是平静地看着那些家族的长老，虽然这个家族之前抛弃过他，但他始终无法放弃这个家族，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。不过宇文悦的心中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他握不住的，就像那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王位。其实宇文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楚乔而做。此时他虽然要保住大魏，却更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如果去夺取皇位的话，他能不能走到那一天还很难说。大魏没了他宇文悦，还有其他的将领；宇文家族没有了他，还有其他的后人。但是楚乔却不能没有他了，所以宇文悦不敢去冒险。相对于自己的家族而言，楚乔的地位在他心中更重要一些。宇文悦所要的不是王图霸业和名垂青史，他要的只是楚乔活着，在自己能够看到的地方好好活着。因为有想要守护的东西，所以宇文悦才一再告诉自己要强大起来。在将家族应付出去后，宇文悦便走出大营，整队兵马，率军向着大梁的方向飞驰而去。在宇文悦出兵后，袁彻也在整顿着自己的兵马。燕洵发疯来劫掠他们的粮草，用人海战术疯狂地消耗他们的兵力，加上元阳在这一战中没有兵力的消耗，竟然在这时反扑袁彻的后军，还阻断了宇文悦的粮道，让袁彻陷入了危机的境地之中，直接丢掉了13个行省。在袁彻筹集兵力准备反扑的时候，却也发现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，再也无力回天了。在《楚乔传》第2集中，袁彻跟燕洵的一战，因为内部不团结，导致了大败而归。那袁彻是彻底输掉了吗？大魏也只是逐渐走向灭亡了吗？话接上回，在那一天中，袁彻站在废墟中，良久才缓缓放下了自己的战刀。我们输了。随着袁彻的这句话说出，他身后的那些将领们也全部都哭了。他们不是没有胜利的机会，也不是没有光复的实力，在这片颓废的国土上不断的转战，拥有随时随地扑死的决心和勇气，但他们依旧是败了。这并不是败在了对敌的战场上，而是败在了同事操戈的暗算之中。面对100年来逐渐衰落的帝国，袁彻此时也感觉到心累。虽然他此时选择离开，但依旧会回来。只要他袁彻不死，那么大魏就一定不会彻底的衰败。而此时楚乔也带着人马赶到了大梁京都，但是晋安王妃已经率领成千上万的兵马开始进攻京城，双方兵力的差距也昭示着大梁京都岌岌可危。大人，您护送我梁皇出城吧，让属下留下来。贺萧此时极力劝说楚乔带着小皇帝先行离开，因为对方的兵力实力是他们完全应对不了的。但楚乔却并不打算离开，因为他知道，即便是贺萧拼死，也依旧阻拦不了晋安王妃的兵马。如今京都四面被困，外围还有燕洵的几十万大军进行第2层封锁，大梁的军队也被打怕了，没有人会援助他们。楚乔他们迎来了真正的背水一战。贺萧，你带着他们逃出去，我一生深受萧策大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日我无法保住他的国，至少我可以保住他的后人，别人我信不过。楚乔说完这句话，便在贺萧的肩膀上拍了拍。无奈之下，贺萧也只能应承下来，带着人马杀了出去。杀！在震天的怒吼声中，秀丽军的将士们跟叛军们厮杀在了一起，每一位秀丽军都没有任何的退缩，所以即便是城破了，敌军却依旧没能冲进来。但城门前惨烈的拼杀已经让尸体堆积如山。楚乔持刀站在了人群之中，鲜血也染红了他的铠甲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拖，能够多拖一刻，贺萧就能够跑得更远。
带着这个信念，楚乔手中的刀一刻未曾停息，不停地从白天杀到黑夜，并且每一个动作也都在极力保护肚子里的孩子。此时，一名敌人看出了楚乔的疲弱，便从侧面偷偷接近了楚乔。但突然间，他看见了楚乔的面容，瞬间就认出了楚乔的身份，连忙惊呼了起来。但还没等声音喊出来，楚乔一刀就砍下了他的头颅，没有一丝丝的犹豫。楚乔此时一手拎着战刀，一手护住自己的腹部，他已经非常的累了，疲倦的想要闭上自己的眼睛。倒下吧，不要再营城了，贺萧应该跑远了，他会带着梁皇到外面搬救兵的。楚乔喃喃自语地说出了这句话，他的脚步此时已经发软，脑袋也开始昏昏沉沉的，似乎随时都会倒下。但就在这时，敌军的攻势突然间如同潮水一样的退去，情况再次有了转机。大人，有援军！此时，一名小兵看着不断晃动的明亮火把，兴奋地对楚乔喊道。听到这个声音后，楚乔才稍微缓过神来，然后扶着一个小兵快速跑到城楼上。在看到那出现了一片铁灰色长龙后，楚乔眼角也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。他终于守住了。此次前来援助楚乔的正是宇文玥所率领的青海军。那么宇文玥在得知楚乔怀孕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